大家好，我係今年 Games Life Exchange，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啊。平時大家睇 Toy Story 嘅時候，可能淨係覺得嗰啲反派好乞人憎，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如果我哋將嗰啲玩具當成有血有肉嘅真人，又或者將嗰啲反派擺喺現實生活香港裏邊，用翻香港嘅法律嚟去審判佢哋犯嘅罪有幾重，你又要坐幾多年監？今日我哋大家就一齊開庭去公審呢一啲大反派。喺 Toy Story 1裏邊嘅反派，即係安仔嘅鄰居阿薛咧，日日喺屋企裏邊咧肢解玩具、玩炸藥。如果玩具係真人嘅話，佢犯嘅罪係相當之嚴重。根據香港法例第212章《侵害人身罪條例》，佢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，俗稱傷人17或者 GBH， 加上根據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，佢非法製造及管有爆炸品，兩條罪嘅最高刑罰都係終身監禁。但係喺判刑裏邊咧都有一個變數啊，就係阿薛喺電影裏邊咧大約11歲到啦，而香港咧最低嘅刑事負責年齡係10歲，即係話咧警方係絕對可以拉佢，但係因為佢未滿16歲，案件將會上兒童法庭，就算入罪佢都唔會被判入赤柱監獄，而係好大機會被判入男童院或者更新中心，仲要接受長期嘅強制精神科治療。礦工彼得 Stinky Pete 喺 Toy Story 第2集睇起上嚟係一個慈祥嘅礦工爺爺，查實佢係一個心理變態嘅綁架犯。佢為咗自己可以去日本嘅博物館展出，竟然封死唯一嘅出口，仲用個鑿再次整傷胡迪嘅膊頭，強行想將胡迪咧帶上飛機飛去日本。根據普通法嘅非法禁錮以及傷害人身罪條例下面嘅強行拐帶，俗稱綁架罪，佢甚至涉及跨國人口販賣。非法禁錮一般可以判監7年，而綁架罪最高嘅刑罰可以判處終身監禁。Stinky Pete 同第1集嘅 Sid 唔同啊，佢係一個成年人，佢完全知道自己做緊乜嘢，純粹係為咗自己一己嘅私欲。法官一定會重判呢個伯，準備入去有排受啊。Toy Story 2嘅反派又點止礦工彼得一個啊？當然要講埋嗰隻肥雞艾爾啊，呢個始作俑者。當佢喺安仔屋企門口嘅地攤呢，見到胡迪就簡直流晒口水，因為佢知道呢，佢係一個絕版嘅牛仔公仔啊。但係當知道咗對方唔肯賣嘅時候，佢竟然施展閃電手，將胡迪放咗入去佢個背囊裏邊。呢一個簡直徹頭徹尾就係一個拐子佬啊！根據香港法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嘅第9條，佢犯咗最基本嘅盜竊罪。另外，佢仲打算將成批玩具走私去日本賣。如果涉及虛假報關，仲可以加控相關嘅海關條例。盜竊罪喺香港最高可以判監10年，而走私玩具最高嘅刑罰係監禁7年，同埋罰款港幣200萬。罰款嘅金額其實係根據走私嘅貨品嘅價格而再作定斷。艾爾肥雞咧，身為一間大玩具店嘅老闆啊，為咗賺錢，竟然不擇手段走去偷嘢啊！法官判刑嗰陣時，絕對會考慮咧佢呢個貪婪嘅動機，分分鐘啊要佢執埋笠同埋踎監。喺第3集裏邊嗰一隻外貌可愛，人人見到都想攬住，仲要有士多啤梨味嘅啤啤熊盧蘇，直頭就係監獄風雲裏邊嘅大佬咁樣。佢要將幼稚園變成集中營，仲要將啲新仔全部掉晒去毛毛蟲班嗰度受酷刑。而最離譜嘅就喺最後垃圾場嗰度，佢有得胡迪佢哋喺運輸帶嗰度送落去焚化爐裏邊，見死不救，簡直就係泯滅人性啊！根據侵害人身罪條例，佢犯咗企圖謀殺。另外，佢喺幼稚園嘅管治模式，根據第151章社團條例，絕對可以告佢自稱三合會幹事，即係黑社會話事人。企圖謀殺最高嘅刑罰係終身監禁，而自稱三合會幹事最高嘅刑罰亦都可以達到終身監禁。當然，具體情況取決於案件嘅嚴重程度及涉及嘅具體罪行而定。喺判刑嘅時候，法官一定會考慮到盧蘇係有組織、有預謀咁樣去建立一個犯罪集團。最後仲想消滅晒所有嘅證人。呢一隻粉紅色嘅啤啤熊，佢個 file 仲厚過電話簿啊！見到最後佢得到佢嘅咁嘅報應啊，大家都不禁倒抽一口涼氣。講到最後一個罪犯，大家可能估唔到，不過大家如果睇到呢度嘅話，希望大家支持翻我哋嘅頻道 ，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翻我哋。記得就係撳埋個鐘仔，到時我哋有最新嘅電影資訊或者有啲回憶錄，都會同大家提醒翻。而最後呢一個罪犯啊，大家諗都諗唔到，佢就係接手安仔玩具嘅嗰個小妹妹 Bonnie。平時見到呢一個咁可愛嘅小妹妹，一副天真無邪嘅樣，但係估唔到佢嗰頭接收咗安仔嘅玩具，開頭就攬到實一實，但係過咗一陣就抌落床下底封塵。呢啲事情發生喺小朋友嘅生活裏邊非常之正常，但係如果玩具係好似電影裏邊咁樣係有感覺嘅話，
咁 Bonnie 呢種行為就係極度冷血。我哋先唔講第3集佢喺幼稚園嗰度不問自取咁樣將胡迪帶咗翻屋企，而去到第3集尾嘅時候，佢用咗天真無邪嘅眼神，連帶一個可愛的小狗嘅嗰個表情，去咁樣誘騙咗安仔交出最心愛嘅胡迪玩具之後，點知去到第4集，佢竟然將胡迪抌咗落去籠底，完全唔理佢嘅死活，反而仲日日夜夜諗住佢嗰隻喺垃圾桶執翻出嚟嘅嗰隻交叉。首先，佢當初扮到好中意胡迪，令安仔交出撫養權，喺法律上面可以話干犯咗第210章盜竊罪條例嘅以欺騙手法盜取他人財產罪。其次，既然接手咗胡迪，胡迪就係佢嘅受養人，佢將胡迪長期棄置喺暗無天日嘅衣櫃裏面，絕對觸犯咗第212章傷害人身罪條例嘅第27條嘅對所看管兒童或受養人虐待或忽略罪，俗稱疏忽照顧。疏忽照顧受養人喺香港最高刑罰係判處監禁10年，而盜竊罪最高刑罰亦都係判處10年。雖然依照法例呢 Bonnie 佢係一個重犯啊，但係好可惜喺香港最低嘅刑事責任年齡係10歲。Bonnie 當時只係得個4-5歲，法庭根本就奈佢唔何。佢成功利用咗法律嘅呢個漏洞，成為咗 Toy Story 嘅 Universe 裏邊唯一一個罪犯，可以重複犯罪，而且仲可以逍遙法外，堪稱一個完美嘅犯罪者。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次電影法庭會同大家再見。係咩哥？我係快見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